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仿书看福起来嘅。今日我哋有请到来宾系我哋平台优秀主题，我哋嘅次流到乌托剧场嘅创办人，同时嘛系我哋艺术总监，我哋庄仲安总监来到现场。而系我哋南部优秀嘅主题，而系今年喺做把艺术变到我哋嘅偏向地方嘅一啲工作。我哋马上欢迎今日来宾，我哋庄安总监。仲安好，主持人好，我係張仲安，大家好。仲安，今日佢分享來到我哋嘅現場，因為其實一見人哋提供即個睇偏向去幫人哋藝術單元人哋偏向嘛，嗬。喺咪同人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啦，嗬，同人哋睇講一下講，一見人在這幾年，你是不是在偏鄉看到了一些所謂的藝術方面是文化不平權的部分？那同時幫我們介紹一下你們劇團的一些這幾年的一個工作，好嗎？好的，我們先聊聊偏鄉好了。因為表演藝術在台灣本身就是比較薄弱的一環嘛，然後很多人不認識，很多人甚至不信任，對，所以導致譬如說一般人他們想要去踏進劇場的慾望就會很低。我們一直在想說，有沒有機會可以讓一般的民眾進到劇場？那用什麼方式？那從什麼樣的一個狀態開始？好，我們就想到了，那離台灣如果離這一件事情最遠的，會不會是偏鄉的民眾或者是小孩？那我們從偏鄉出發好嗎？好，於是乎我們就想說，有沒有一個比較親民的舞蹈作品？因為通常觀眾對表演藝術會有距離，一方面有時候表演藝術太抽象，舞蹈太抽象，很難理解。它不像戲劇，就是你可以一看就懂。對，所以我們想說，我們讓舞蹈可以更親民，它親民到可以用身體，可以用聲音，很直覺的知道，當下舞蹈發生什麼事情。好，所以我們就建立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親民的作品，然後透過一台發財車，就台灣，我那時候小時候，我印象很深刻啦。我常常看到那個小藍，就藍色的發財車，它會載着各式各樣的一個商品在街上，然後叫賣啊之類的啊。那我們把70跟80年代的台灣文化，也許當時所發生的一些事件，或者是社會狀態，我們把它放進去。這個親民的作品怎麼樣？那基本上舞者們他們都認同這個想法，也很開心的要去執行這個計劃。好，那我們就透過一台藍色的發財車，把一個親民的作品放在上面，然後開往台灣的各個偏鄉去做舞蹈推廣這件事情。對，然後目前這個計劃我們走了。第4年了吧？對啊，然後每一次看到觀眾看到作品的那個當下，其實我們都很感動。我可以理解，有時候在劇場裡面比較正式的作品的時候，觀眾會用一個很嚴肅的角度去看待舞蹈作品。好，但懂不懂是一回事嘛。然後，小藍的天空這個作品呢？我們在觀察表演者在看表演的當下是帶着微笑，對，他們會有大量的跟觀眾互動的一些環節。好，那這個互動可以更加深觀眾跟作品的一個吸引力，中間的界限會不見。對，所以每一次執行。每一場已經太多場了，所以每一場我們看到觀眾跟作品的一個化學效應的時候，我們都會非常感動啊。對，我們就決定，這件事情有效果，那未來不管幾年，我們會繼續把這個東西往偏鄉，再更深入進去。對。最主要就講希望講可以把能講藝術的一啲觀賞嘅方式，然後幫人哋偏向嘅一啲算是詳情去接觸我們講到藝術，同時用一種最親民的方法，幫他們去理解是藝術的一個本質那樣。那這樣子，你們去過哪些地方啊？
我们目前去过了云林、屏东、高雄、台北，我们也演过。然后接下来会往南投。对，然后9月份会到南投县，因为我们一个县市会找至少7个点，也可能就是7所学校去做一个推动。对啊。那这个点是当初是怎么设定？我记得你当初有去万金的风雨球场。对。这个点是怎么去决定的呢？怎么决定吗？我们会先告诉那个县市的文化处，我们要执行这件事情哦。好，然后当然目标地点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如果譬如说某一个县市他觉得支流岛要过来，然后这个作品它很亲民它不像剧场里面的很严肃的一个作品，我想要邀他过来演也可以跟我们聊。是，对，万金教堂其实是这样子。是，像这样子的小蓝的天空里面啊，它会不会因为说今天我去的是不同的社区，也许我今天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今天是一个客家村庄，或者是今天是个闽南村庄，甚至有一些是海边的村庄，会不会因为去的不同的地方，会有在内容上面有一点点更动呢？基本上以台湾的点来讲，目前是不会。对。然后，但我们有，这个作品在去年有去过日本，有被邀去日本。然后，因为大部分都是讲台湾的语言嘛，然后我们很担心日本人听不懂，所以我们当时就有把1半以上的很重要，必须要传达给日本人知道的因为它跟台湾文化有关系嘛。的一些文字去把它改成日文，所以在出发到日本前，大家那个舞者们很辛苦啊，他们还要练习把他们原本习惯的语言改成日文。对，所以他们全部把它讲成日文。没有到全部，因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大概很重要，大概1半吧的部分就是把它转成日文这样子。对。真是冇简单咯。咁而且個像我們的韓國人的地方，因為頭先有講過嗰種7、80年頭的事情，然後用我們的火車，小藍一個貨車嘛，發財車來表演。我相信大概有一定年紀的人，在講那個故事的時候，他們其實是有共鳴的。可是現在小朋友呢，小朋友在看到這個不屬於他們年代，是有點類似復古懷舊的年代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他們很開心，因為我們希望這個作品它親民，它輕鬆，但它不會沒有深度，對，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作品除了大人可以理解以外，小朋友可以看得開心，所以裡面會有一些他們意想不到的畫面持續的在產生，那對小朋友來說，會動。然後這個動法是他們沒有看過的，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如何抓住他們的眼球？那加上舞者們會去很大量的去跟觀眾互動跟接近，那這也會造成小朋友對這一個行為、這一個狀態產生出一個純觀賞以外的一個反應吧。對啊，可是我等於如果以一般聲音的雖然講沒跟人推出聲音了，但是以至少睇下一個互通的地方，它就可以去融入在這樣子的一個劇場的氛圍裡面，以及你們所要呈現的一個故事性裡面去。其實，但是回到故事的一剛開始，27歲嗰年你創立了志留島，舞蹈劇團，當時怎麼會想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舞蹈劇團？算是有一點想要繼續我自己對於舞蹈的一個追求吧，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台北藝術大學讀書，然後但我18歲的時候，因為7年一貫制嘛，所以我那時候是算高中部，然後在高3的時候眼睛受傷了，對，然後我那時候就得要被迫的回到自己的家鄉，先把眼睛顧好，才可以回去跳舞嘛。好，但很不幸的這件事情，並沒有如預期，它沒有好，它病變了。對，好，那這種情況下，我也沒辦法回到學校，再跟
正常的准舞者一样，就是高强度的训练。好，但我对舞蹈这2个字很执着啊，我很想要再把握住它。好，那刚好那时候也很幸运，就是我小时候待的一间舞蹈教室，他看我，因为我那时候调养的过程中，我眼睛是有打气泡，所以我不能抬着头走路，我得要低着头。好，那也不能骑车嘛，所以我就只能用走的。然后我走在路上，当时有一位老师，叫黄纯纯，对啊，是我小时候舞蹈教室的老师，他就问我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好，我就说明了一个我的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嘛。他说啊，那不然就来教室里面服务看看好了。好，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哪怕是一个教小朋友环境的一个舞蹈教室，它还是舞蹈。对。嗰時我哋咧從演變人族嘅關係，而開始睇舞蹈嘅部分，而慢慢地停下來。但是伊啲機會，比方要開始去接觸到舞蹈嘅部分。首先下我開段節目，我哋賣嗰度好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資料到舞蹈劇場嘅團長同你分享講，伊當初做馬創業團。我都想問下團長，因為同剛剛已經有講到，就是後來老師在路上看到你嘛，哈，對對對對對，你為什麼會在這裡？那接下來呢？好，很幸運的，我還有一個小小的舞蹈環境可以待。好，那我就在裡面去做教學啊，或者是編創啊，因為雖然是小朋友，你也可以去從中去找到，身體可以怎麼動，可以怎麼用身體去表達所謂的舞蹈語言。好，但幾年下來啦，就是你會覺得啊，我想要更貪心一點，我想要找到更成熟的一個舞蹈的身體，然後講更成熟的語言，對，然後剛好那個時間點也有一些學生可能從小，國小3年級教到，他國中要畢業了，要離開，屏東縣了。好，那我在想說，有沒有一個機會跟理由，可以讓他們回來，未來可以回來繼續，大家一起為舞蹈工作，去發展一些可能。好，那我那時候也很無知吧，所以我就很衝動的去建立了一個舞蹈劇場。對，然後但一開始在創建劇場的時候，你不曉得要怎麼運作啊，所以剛開始的話，我們基本上1年也就1次的演出吧，然後在地方上去做表演這樣子。對，但是我印象中剛開始很辛苦啦，因為我很早就離開了學校，所以我比較沒有所謂的舞蹈人脈跟資源去，這些養分去推動着我，所以一路走來，剛開始真的是跌跌撞撞，然後很多的摸索，然後才到，才找到就是一個舞團應該正常的情況下如何去推進它，對啊，所以早期的話真的對很辛苦。問題係講。頭先已經有講到講，當初做嘛我去成立一個舞蹈劇場哈，但是入邊有2個問題就講，為什麼叫做自留島？那第二個就是說，因為你的名字裡面包含了2個我們會看到的所謂的藝術的形式，一個是舞蹈，一個是劇場。好，因為我們的認知裡面劇場就是劇場啊，舞蹈就是舞蹈。可是在你的在團名裡面就是把舞蹈、劇場2個是放在一起的。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好，對我來說，這7個字呢，自留島是因為跟我自己人生經歷有關係啦。我覺得我從台北回來啊，那時候又剛好經歷到學生要畢業，
的时间，我要去创立舞团。那我希望自留这个东西可以代表着，也许今天离开屏东的人，或者是屏东以外的表演者，他们可以回到这个平台来，大家一起为舞蹈工作。那岛它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空间，它可以让任何船只去停靠。然后舞蹈剧场本身它就很多元啊，它可以包容戏剧，它可以用任何形式去灌注在舞蹈身上，所以我就取了舞蹈剧场。对，这4个字。那这是不是表示说，在你们的一个作品里面，其实故事性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故事性吗？通常我们在做舞蹈作品的时候，故事性不会太明显。如果故事性太明显，它就会变成戏剧或者是歌舞剧。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故事拆解，或者是把它抽象化，变成一个你可以用感受的，或者是你可以透过思考联想出来的，然后并且去透过想象去把它完整成某一个我们想要告诉你的符号或者是意思。是，对。咁2017歲創辦了亞威我哋資料到烏托劇場以來，那到現在來說，這個舞蹈劇場，那目前的發展的一個情形呢？我們除了年度的制作以外，其實我們還蠻專注在做社區相關的活動，比如說我剛剛有提到的，小藍的天空，我們有在執行，讓身障者們進到舞蹈領域的一個活動啊，這個活動已經維持好幾年了，可能7年有了吧。對啊，然後我們也正在想未來如何讓舞蹈這個表演藝術真的是普及在大家身邊的。對啊，這很難。對，但我們覺得我們需要一層一層去做。你頭都有講，其實除了小藍的天空以外，你們其實也在做的就是有讓身障者能夠是進入所謂的藝術的一個空間裡面去。但是身障者的類別很多，有些可能是肢體的，有些可能是聽覺的，有些可能是視覺的。那這部分是有分別不同的一個方式去完成嗎？目前我們的資源，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做分類。對。所以壓力就會回到我們身上，對，就會等於說，我們需要在有限的資源，這資源包含經費，包含時間，好，在這種限制的情況下，我們要先理解，好，這一次加入的夥伴有誰，或者是我們即將去面對的夥伴有誰，因為有時候是我們自己辦的，有時候是我們被邀去的，那我們先理解了以後，我們再針對我們即將面對的對象去設定新的課程，對，所以基本上我們有一個固定的教法，但是會因應每一次的參與者的不同去做調整跟改變，對，這是比較辛苦的啦。譬如說，你們之前有一個是口述影像的一個算是工作坊，是。那這樣子工作坊，它其實希望帶出來的一個結果是什麼？為什麼要用口述影像的方式？口述影像它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讓視障者們可以進到劇場，用聽的方式去想象作品。好，這個想象可能，譬如說作品在演的當下。正常人看到那個，也許舞台上發生什麼事情，視障者可以用聽的方式去想象，哦，當下那個空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轉變為另外一種看的形式啦。對啊，但幾年下來，我們其實也覺得口述影像，因為我有跟家峰老師，就是我們口述影像的帶領者。去討論這件事情。那口述影像它其實不一定單單只能針對視障者，它也許你第一次看表演，你
不理解舞蹈到底在演什么或跳什么，那也许透过口述，你可以加上文字以后，也许你可以更理解、更轻松的去进入到作品。然后包含那个至亲智能障碍青年，他们也许可以透过口述的一个状态更看得懂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啊。但是问题是讲，从按的一种学习一种工作坊来说的话，是希望说培养出更多能够去协助口述的人嘛？这个工作坊主要是我们想要建立一群伙伴，他们是对口述影像的撰写有兴趣的当然这也需要他们加入了以后，参与工作坊的一段时间下来，看他们是否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有意愿的话，那台湾其实有很多舞团或者是表演团体，那他们也许可以去跟那些团体去谈合作。对，那也许未来我们当然这是我们的期待啦，每一个表演团体他们可能都会有口述影像，对啊，然后口述影像的参与者，我就有另外一个好事情可以发生啦，就是口述影像的参与者，他也许本身不是障碍者，对，但是透过口述影像的课程，他们可以理解原来障碍者或者是视障者，他们需要这些，然后他们透过这些，他们就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没有障碍的去感受作品，对啊，所以一方面也可以去提高民众对于障碍意识的一个提升吧，对啊。故事口述影像也为伊的工作坊里边，伊希望做到唔单止讲我哋可以去用讲的，幫我哋呢有視野嘅朋友可以了解，同時我哋冇了解到講，一種人按樣嘅方法可以幫伊哋可以接觸到我哋看到嘅東西。有時下我看到節目，我哋買嗰度好精彩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就望我哋資料到舞蹈劇場嘅團作，我哋種種我哋都喺線上度分享過。一種話嘅創辦我哋資料到也為伊啲劇場。我都想問一下團長，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作為很多嘅，譬如講我哋講小蘭啊，哈，我話甚至講作為的口述嘅一個影像嘅一個工作坊嘛，哈，我一直感覺到講其實。你對文化平權這部分，譬如講，你即係希望講把劇場帶起人的偏向，同時你希望講可以幫人哋身障嘅啲朋友，亦都可以有啲機會接觸到我哋嘅意識嘅部分。為什麼對文化平權這一部分，你那麼努力在做這件事情？我覺得應該跟我的成長背景有關係嘛，因為我是喜歡舞蹈的人，但是我在過程中我沒有辦法去很順利的去完成它。好，那就等於說我需要很額外的讓我自己去找尋很多的機會。那當我今天有能量的時候，我能不能把這些機會去釋放出去？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在屏東的時候，我們常常聽到那個我們的前輩會說啊，資源不夠，因為我們在最南端，對，或者是誰想要跳舞好，但是他可能因為住在偏鄉啊，家境又不好，所以他沒有辦法繼續跳。好，又或者我其實聽到太多需要機會，但是他們沒有機會的一個狀態。好，就好像我自己。對，因為我離開了學校，我想要繼續舞蹈這一條路，但好難啊。好，我現在有能量了，我可以去為更多的族群或者是對象去做這件事情，對我感到非常高興啊。
可是黑的对这个过程里边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关怀啦。那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你这个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去为这些族群去做更多的事情。这也算不算是等于就是有另外讲一个地方了哈，就是说这其实也是在帮助当时的自己。算啊，算是其实嘛，我希望讲，今日有能力的时间嘛，可以用这个又可以做多事情，去比方可能睇下要偏向地方，无如讲睇下对我们的身体唔会讲按偏利的地方，他们这些不管是在偏乡或者是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里面，也是有很多是热爱艺术的，没错。可是因为地域的环境，没错，因为一些先天的一些限制状态，让他们没有办法那么方便的去接触到艺术的东西。但是你基本上本他们语言的机会，因为语言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我们算是节目的重点里面，听说你们在8、9月的时候要开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口述工作坊的一个工作坊亚白的工作坊可以在哪呀？地点在台江文化中心。在台南。对。跟时间呢？时间的话8、9月份，然后它基本上会落在6跟日的上午跟下午。那详细的时间以及报名的方式，可以请大家到我们自留岛的脸书的粉丝专页进行搜寻这样子。8、9月其实也快到了呢。对啊。但是我刚刚就一直想要问个问题，譬如说口述影像这部分，也许影像是固定的，好，譬如说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表演，一个舞蹈表演、剧场表演，或者是影像表演。可是问题是口述这部分，因为迷电影呢，学习背景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些人他有文学背景有些人可能有口才是很好的。那你怎么去确定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训练里面，大家最后出来的东西，第一个，我是说话流畅的；第二个就是我传达的内容真的是你们所要传达的内容。那这部分如何在工作坊里面去做训练？通常最后决定这个走向的会是做作品的人。对，他想要这个文本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譬如说比较有意境的，更多留白，有更多时间去想象当下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有的版本是他会很精准的去描述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对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我们通常不会用这种方式，因为光是语言讲出来以后，你要进到脑袋里面，它是需要时间去思考跟想象的。语言如果太快，讯息太多，其实脑子会来不及去转动，去把画面产生出来，然后你的文字会一直经过耳朵，然后不断的堆叠，就没有办法消化。所以通常我们会取中间值啦，就是让观众们是有时间思考，然后但是他们可以去理解上面发生的事情，包含文字的部分，我们会尽量简化。所谓的简化就是它好懂，它描述的不会太抽象，好，或者是它描述的不会太因为视障者有分先天性视障，对，跟后天可能他会知道那个黄色是怎么样的，对，但先天他曾经经验过那些颜色，对，但是先天性的没办法，所以我们要如何让先天性的可以理解？这需要去思考作品发生的每一秒，它所带出来的一个环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如何转成文字，对。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们今年因为有跟美国 KL， 他们是很资深的。在做共融的舞团在美国，然后我们这次跟他们合作，在11月份魏武营会首演，然后我们这次就有讨论出，我们口述的版本会有3种，一种是诗意的，一种是比较理性的去描述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好，另外一种是给至亲们智能障碍青年，对的伙伴
这很特别哦，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的理解？对，这是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年第3种口述的文本，我们有找其他的启智单位去做合作，然后我们要一起把这个文本完成。对，那这样子等于就是说，当你在剧场在演出的时候，它是会分成3种。对，可以让想要听口述的民众可以去做选择。我要版本1，我要诗意一点的，留白多一点的，或者是我要2，我要理性一点的，好，或者是3，我想要更好理解的。对，3种会是在同一场表演里面都听到吗？对，让他们去有点类似像我们选择，譬如说口译的时候，你要选择 A 听国语，听华语，对。哦，是这样用口译机的方式去呈现。对，没错，没错。那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潘了多年了呀？今年应该是第4年，应该是第4年了。我看，对。那前几届，我们说前几届的工作坊好，那大家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子？基本上大家反应很正向，但是也会有一些我们很熟的，就是参与我们其他其他活动的参与者们，他们年纪比较大，他们也有来参与，然后他们就会说啊，天哪，我家老啊，隔壁下家得医，他们就会觉得比较辛苦啦。可是这个脚本，我对不起，我真的是不懂，我还以为脚本是公发就是说你公发一个脚本，然后我用我的方式去念出来。没有，他们除了念，他们会练习讲这件事情以外，他们还要练习如何写。对，这个如何写，他们还要先透过理解身体。我们说。对，因为带领的家峰老师，他会让参与者们先去感受一下身体，所以会有一些会有阶段性的一个身体课程。阶段性的身体课程，譬如说呢？因为譬如说透过引导，我右手往我的右边画弧线的方式举到最高，并且往上伸直延伸，对，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参与者们理解，原来我的身体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我理解了以后，我去看舞者，因为舞者如果你不理解的话，舞者的身体的一个动态很复杂又很大，你可能自己会看不懂。我刚刚就想说，对我是看不懂的。对，所以自身先理解身体可以怎么动，你会比较好去看作品。对，员工这个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等于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去揣摩了舞蹈的一个最基本的肢体的一个语言之后，我再去看那个舞蹈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相对应这么陌生的一个动作了。没错，因为陌生，其实假如我对它陌生的话，我可能就说不出话来，我就等于是我无法形容它。然后那一段我就空白，或者是说他在跳舞。对，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课程，让你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拆解舞蹈作品里头当下所发生的一些身体状态。对啊，所以说其实不管是说做亚维伊的工作坊里面，其实对于肢体的一个认识，其实也等于是对舞蹈动作的一个理解了。对啊，那接下来才是说，我理解完了之后，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去理解说这个舞蹈里面，他当初编舞者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又用自己的话写下来。没错，然后要给老师看。对，然后老师会调整成，我们这一次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尝试一下？对，然后调整完之后，再用这个发，对，念出来。没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工作坊。观众朋友看到影片，我发现到讲，其实那种团中虽然讲伊在一路上在学舞的过程里边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伊克服的问题，同时伊希望讲，伊行过一条路，同时伊希望讲，我哋咧偏向嘅声音呢，我哋咧身体无按完整的一啲朋友地方，伊哋嘛可以有一啲机会去接触到我哋嘅意识。请我刚才的团长能现场分享安到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主持人斗恰泰嘎。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口述影像有兴趣的话，8、9月份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到我们脸书上去
看看报名表什么时候出来哦。休息下我等陣時上來強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當我哋嘅面書、傾讚，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哦。